位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我係你哋嘅小魚老師。咁今日咧會同大家講解嘅係我哋嘅備考練習四，嚟睇睇第一條題目。佢要我哋填名、頂點、零邊同面嘅數目。咁我哋首先嚟睇第一個圖形，佢上下兩個面係一模一樣嘅，咁佢就係我哋點形嘅角柱體。咁點樣去填名咧？睇底邊呢個底面佢嘅邊數，咁我數到有1、2、3、4、5，所以佢叫做五角柱體。好，咁我哋五角柱體佢嘅頂點、零邊同面都係有我哋嘅公式嘅。頂點係 m 乘2，零邊係 m 乘3，面係 m 加2。咁乜嘢為之 m 咧 ？m 就係睇我哋角前面呢個中文，佢係5，m 就係5。如果係6，咁就係m 係6。咁如果六角柱，咁 m 就係6啦。七角柱 m 就係7，所以呢度5乘2係10，然後5乘3 15，5加2係7。好，如果呢一度冇問題嘅話，咁去到我哋嘅第二題，上下唔係一模一樣嘅，上面係一個頂點嚟嘅，咁呢個就唔係角柱體，叫角錐體，都係數底面佢嘅邊長嘅呢一個數量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所以佢叫做六角柱體，六角錐體啊。好，咁跟住呢一度冇問題嘅話，咁我哋去到後邊，我哋嘅頂點、零邊同面嘅公式 m 加1，然後 m 乘2同埋 m 加1，呢度嘅 m 係6，就係6加1係7，然後呢度係6乘2係12，咁我哋6加1係7。好，呢一題有冇問題？如果冇問題嘅話，咁我哋去到第三題。咁佢咧上下係一模一樣嘅，咁正常嚟講應該係數到係4條邊4角柱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咧，因為佢每一個面睇落去都係正方形，所以佢係一個特殊嘅名叫正方體啊。咁正常嚟講，杯賽咧佢應該係會話俾你聽咧，佢呢度係正方形嚟嘅。好，咁正方體其實係特殊嘅四角柱，所以我哋用呢邊嘅3條最左手邊嘅3條公式，咁係4乘2係8，4乘3係12，然後4加2係6。好，呢一度如果冇問題嘅話，去第二題。第二題佢話下面嘅折子圖樣可以折成乜嘢嘅立體圖形？首先我見到底面係4邊形，所以我可以排除乜嘢咧？可以排除我哋嘅C 同埋 D， 剩翻 A 同 B。咁究竟正方體定係長方體咧？望下咯，其實呢度係一個正方形嚟嘅，所以我哋知道係正方體，答案係 A。好，如果冇問題嘅話，去第三題。咁我哋會見到問截面係乜嘢形狀？咁第一個截出嚟，截面係一個圓形嚟嘅，所以答佢圓形。好，第二個咧，咁我哋會見到截出嚟呢個面係一個長方形嚟嘅。好，第三個截出嚟，望下佢係一個三角形嚟嘅。第四個，截出嚟好似係平行四邊形，但係其實呢一個咧係一個直角嚟嘅，所以佢係一個長方形嚟嘅。因為呢兩條邊唔一樣，相鄰邊唔一樣。好，第五個咧，我哋瞄一瞄，見唔見到？佢其實係一個三角形嚟嘅。好，呢一條題目如果冇問題嘅話，去第五題。佢叫我哋求陰影部分嘅面積，咁我哋會見到，我知道咗佢最大嘅呢個長方形嘅長同闊，咁我要陰影部分咪唔要我哋嘅圓嘅面積啦，所以我哋係長方形減走我哋圓形嘅面積，就係陰影部分嘅面積。長方形佢嘅面積公式長乘闊，跟住我哋圓形嘅面積公式派 r 嘅二次方，咁派咧呢條題目俾咗係3.14。好，再揾 R， 咁我哋嘅圓同邊個係有關聯嘅咧？我哋嘅闊係有關聯嘅，但係呢個係 D， 所以 D 等於20，要變 R 嘅話，20要除以2，咁 R 仲要點啊？二次方。好，呢一個地方小魚老師講清楚咗未？如果冇問題，答案係286。好，跟住我哋再去我哋嘅第六題，佢要我哋係話有一個中面嘅圓形表面，陰影部分
S1 與陰影部分 S2 嘅面積之比。其實呢一條題目咧，佢係冇俾到你任何嘅面積嘅，所以我哋要揾佢哋之間嘅關聯。咁你會見到陰影部分全部係上邊呢個半圓裏邊。咁呢一個半圓裏邊，我哋先嚟觀察 S2 係容易觀察啲嘅。咁我哋睇一睇佢同空白部分有冇啲乜嘢關聯咧？其實係有嘅。我哋望下。其實咧，我哋譬如呢一個空白部分，我同佢起名叫 A1 啦。咁我喺 S2 裏邊，你會見到我如果將1同3連埋，呢度同我哋嘅 A1 呢一個空白部分都係隔住咗一個點去連嘅，所以呢個面積我同佢起名叫 A2，A1 係等於 A2 嘅。好，剩低嘅陰影部分啊，我哋嚟望下呢個陰影部分，我同佢起名叫 A3 啦。A3 同另外一個空白部分 A4 其實佢都係相等嘅，點解咧？因為你望下，其實呢兩個三角形佢哋高度係一樣嘅，底邊因為呢係 O 點嚟噶嘛，係咪？所以係圓心佢係1:1，咁即係底邊都相等，咁即係佢面積都會相等，因為底相同，高度相同，所以我通過呢樣嘢知道 A3 係等於 A4 嘅，咁。呢個意味住啲乜嘢咧？我會發現我將 A2 移過去呢邊空白部分，因為佢同 A1 相等啊嘛。A3 唔要佢，將佢移到去乜嘢啊？我哋 A4 呢個地方，我通過呢樣嘢可以知道乜嘢咧？原來我哋 S2 嘅面積係等於我哋嘅上面嗰個半圓嘅空白部分嘅，佢係上半圓嘅空白部分。好，我知道咗呢個邏輯之後，咁各位小朋友，我哋再嚟揾佢哋有冇邊嚿嘢，其實係同我哋嘅呢一個圓嘅呢個面積係有關聯嘅咧。好，嚟，依家我先將佢呢度補翻上去啊。好，咁各位小朋友，其實係有一個係有關聯嘅，邊一個有關聯咧？就係我哋嘅 S2。好，嚟望下啦喎，S2咧，佢呢一個地方，佢係佔住咗兩個架嘅。如果要佔住12個架，就係成個圓；佔住兩個架嘅話咧，就會係我哋1/6個圓。好，點解咧？因為你12個架佔兩個，約到最間係1/6。好，呢度如果冇問題嘅話，咁我哋嚟睇咯。咁我哋咧成個上半圓佢係點樣嘅一個鋪排咧？佢應該係嗱，依家上半面嘅嗰個圓應該係 S1 加 S2 再加乜嘢啊？再加我哋嘅呢一個，再加我哋嘅呢個 S 空白部分，佢會等於1/2個圓。好，我哋知道咗呢樣嘢之後 ，S2 係1/6個圓啊嘛，係咪？然後 S2 等於上邊部分嘅空白部分，所以我就知道呢度都係1/6個圓。OK， 咁然後咧，各位小朋友，呢個 S1 咧，我唔知道係幾多，但係我哋其實係可以求噶嘛，係咪？好，呢個圓咧，我就只寫一次啦。好，咁各位小朋友，我通過呢嚿嘢，我就可以知道 S1 其實係等於1/2個圓減1/6，再減1/6個圓。好，咁各位小朋友，通過呢樣嘢，1/2減1/6，再減1/6，S1 係等於1/6個圓嘅。好，咁各位小朋友嚟觀察一下啦。你 S1 等於1/6個圓，S2 都等於1/6個圓，所以佢哋之間嘅比例係1:1，因為佢哋係相等嘅。好，呢一題我講清楚咗未？如果冇問題嘅話，去到我哋嘅呢一個第7題啦。第7題你會見到一個三角形，佢嘅頂點都係向中間行，喺同一個地方，中心點係集合咗。咁呢個就係好典型嘅燕尾模型，分成咗3條燕尾。第一個燕尾係 S1，呢度係 S2，咁最後一個部分 S3，呢3條燕尾係合成一個完整嘅三角形嘅。好，咁跟住再嚟睇題目俾咗乜嘢？佢話 BD 比 DC 係3:2，所以係3:2。咁跟住 AE 比 EC 係2:3，所以 AE 係2，然後隔離係3。咁我哋可以通過呢一個，因為佢呢3條燕尾，佢哋最邊邊上嘅呢2個比例都俾咗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可以進行化連比 ，S1 比 S2 比 S3。好，依家 S1 嗱，首先第一個3:2。
佢係對住嘅係 S1 同 S2，所以佢係3:2。好，3:2搞掂咗啦，再嚟睇咯。我哋另外一個2:3對住嘅喺邊度咧？嗱，向上去 S1 同 S3，所以 S1係2，然後 S3係3。咁我哋知道大家都係 S1 面積應該要一樣啊嘛，我哋嘅應該要一樣。點解一個係3，一個係2咧？因為佢哋嘅呢一個比例裏邊，佢代表嘅大細唔同。咁相當於其實我哋比例佢相當於係分數啊嘛，分數大細唔同，咁我哋要點咧？我哋就要類似通分母咁樣，將佢嘅分數大細統一。咁3同2揾 LCM 就係6，所以上面呢個要乘2，相當於通分母隔離都要乘2，所以呢度係4。咁呢邊下面就要乘3，隔離都要乘3，咁就係9，所以係6:4:9。題目仲有乜嘢條件未用咧？就係 A、B、C 嘅呢個面積。咁我知道呢度係分數，咁嚟睇總共咯喎。好，嚟先，總共有幾多份咧？總共有19份。然後我哋呢個面積 A、B、C 三個形 A、B、C 啱好就係 S1 加 S2 加 S3，所以喺呢個地方我知道總共嘅面積咧係等於我哋嘅57。咁我19份係57，我係咪可以求出一份嘅面積啊？好，一份嘅面積佢等於乜嘢咧？等先啊。好，一份嘅面積等於57除以19係等於3嘅。題目要求乜嘢咧？各位小朋友，你望下啦。題目要求嘅係我哋嘅呢一個 OAB，O 喺呢度 ，AB 其實就係 S1 要求嘅 S1 嘅面積，所以係3×6，S1 係6份，答案係18。好，呢一題如果冇問題，去到最後呢一條題目啦。最後一條題目咧，改一改個條件啦。呢度係9，另外一個係8，調轉一下。好，咁我哋依家嚟望下咯。如圖喺我哋嘅 A、B、C 中 ，D、E、F 分別連喺3邊上面，然後我哋嘅 A、D、B、E、C、F 交於我哋嘅點 G， 其實圖都俾咗你嘅。B、D 等於2個 C-D， 依家揾到 B-D 佢係大啲嘅，等於隔離2個 C-D， 所以我呢度係2份，跟住隔離係1份。好，咁跟住各位小朋友再去後邊啦。佢話 A-E 係呢一條，佢等於3個 E-C， 所以喺呢個地方我哋係長啲嘅係3，短啲嘅係1。咁佢話三角形 GCE 與三角形 GCD 嘅面積係9同8，GCE 啦係呢一個係9，跟住 GCD 係呢一個係8。咁跟住我哋嚟望下求三角形 ABC 嘅面積，其實呢度都係典型嘅燕尾模型。呢3個頂點嚟望下啦，呢3個頂點係咪向中間延伸匯集咗喺同一個點度啊？見唔見到？而佢呢個地方咧，嗱呢度其實係直線嚟噶，你去下面係要延伸得到噶，佢必須要係直線嚟噶。咁各位小朋友，呢個燕尾模型將 S1、S2、S3 去標出嚟。好，依家 S1 比 S2 比 S3， 好2:1代表緊嘅係 S1 比 S2啊，呢個地方係 S1 比 S2 2:1，跟住我哋呢個2:1用咗啦。好，咁我哋寫喺下邊啲，因為換一個顏色會好啲。跟住我哋再嚟睇咯，3:1嘅話咧就係 S1 比 S3啊，所以 S1係3，好。呢個地方 S1係3啊，然後 S3係1，咁跟住我哋進行化連比，呢度係6，所以乘3乘3係3，乘2乘2係2，所以佢哋分數嘅情況我哋已經知道咗啦。跟住呢度嚟個總共先，萬一要用咧係咪？咁我哋依家嚟望下有冇邊一條燕尾我係完整知嘅咧？我發現其實係冇一條我係完整知道嘅。但係唔緊要，我哋會見到 S2 呢一條燕尾咧，其實佢係有比例喺呢個地方嘅，見唔見到？呢度係9，咁呢個 S2 咧，佢另外一個空白部分，其實佢哋之間係等高三角形嚟嘅，因為同一個頂點落去同一條直線高係一樣。咁等高三角形佢係咁樣嘅，首先三角形面積底乘高除以2，咁當佢係等高時，
嘅時候咧，高係一樣，面積大細唔同，同佢無關。咁除以二都同佢無關，所以佢高一樣嘅時候，佢嘅面積之比等於底邊之比，所以我就知道哦，呢度一份佢面積係9嘅話，3份面積就係幾多咧？就會係我哋嘅27。好，咁呢一度冇問題嘅話，咁我成個 S2 嘅面積就係幾多咧？嚟望下啦 ，S2 就係27加9，就答案等於36。所以各位小朋友，我就可以知道一份嘅面積啦。一份嘅面積等於36除以3係12。題目要求嘅係三角形，成個大三角形嘅面積。成個大三角形有幾多份咧？我哋一齊觀察一下啦。佢呢度6加3加2，其實咧我哋見到係11份嘅。所以我哋成個三角形 ABC 嘅面積係等於一份係12，總共係11份，答案132嘅。好，呢一條題目我講清楚咗未？如果冇問題嘅話，咁我哋今日呢一條片就到呢度差唔多啦，拜拜。